到国军的消息，陆军航铁部再去进行特种地形跳伞的训练，这是伫进前教官组试跳了后，即摆换做一般的伞兵上场，12名官兵为1250英尺悬的半空中，相当是台北101大楼的高度跳落去，带乡亲做来看国军英勇的表现。 伞兵全副武装，一个接一个对413栋 H 运输机坐舱对下骹跳，青色降落伞一日排开，每一个人甲伞揪掉的双脚合起来，豆豆对准目标海丘进行特种地形跳伞训练。顺利降落海面了后，身上的救生衫派上用场，为着避免渡水，随脱离伞裤，才交予海上国军兄弟使受灵船来接人。 16号航铁部特殊地形伞训伫屏东大平原内海区登场。透早1到6点，空军6连队出动一台413栋 H 运输机，98位伞兵对2250英尺悬运用 T 摇挡臂降落伞，以达标20英尺速度降落，场面真壮观，嘛变做不少军事迷焦点。我是大概5点半就来，第一次看到特殊地形跳伞，就觉得蛮好看的。国军战力强。 这嘛是航铁部第2摆伫大平原进行伞训，为一般的伞兵进行训练。水域跳伞的难度在第一个必须具备有武装游泳的能力，以及水面伞具紧急解脱的一个训练，要适时的自救互救。如此的状况之下，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特战官兵。 陆军航铁部表示，18位训员都已经完成地面复训、水面紧急状况处置等等的训练，任务顺利完成。嘛显示出部队平常时拢有咧训练，国军要保护国家决心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